那这个什么3C 所谓的，好，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上一集讲的鬼屋真的我依家细汉时阵吼，我唔捌听过讲啉的水出来的地贝，我们没有听过喝的水还有吗？可是现在呢，你感觉大概你只爱开启蒸滤水器嘛，啊有迄路边滴水嘛，是安怎安尼？水污染嘛，水污染嘛。啊，我在想讲，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咱的呼吸的空气来被出门，30年后的未来，你要出门上学，书包背着，然后氧气筒背着。或者防毒面罩背着，你现在只是戴口罩而已哦。未来哈、搞不好是那种防毒面具拍，氧气筒爱拍的哦，拍个好来这告诉来这密闭空间那个有空气循环，家里又有空气循环，可是到外面的时候没有戴就讨喜啊，被毒死。会不会有这一天？不知道。个小公，我们小时候也无法想象说，想要啉的水爱买，无你就唔敢直接啉嘛。未来，你可能下一代，我们也很难想象说，你怎么敢不戴面罩跑到外面去啊？对不对？好，所以地球咱即摆，佫唔免安尼吼，佫唔安尼。毋过咱有当时啊，咱会看到迄个空气警报，偶尔的天数，会叫你少出门，你真正出去，莫运动，莫做剧烈运动。因为你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你会把污染的空气吸收更多进来。好，所以这其实最重要的哈，看空气污染。咱个问题哦，是咱南部的冬天空气拢特别歹。为什么南部的冬天空气特别糟？因为拢无落雨。那个是台中的那个南北运通，然后台中的东西飞过来。咱来看哈，咱地面有空气污染，不过咱是先对流层，咱的对流层上下对流一阵，咱会把地面污染的空气，改去宾馆，去宾馆，咱宾馆有水气有云，即摆咱的迄个悬浮微粒污染物，给溶进去水里面，变成雨下来，那变酸雨，什么对无？这阵就不是空气污染啊，这阵就叫做水污染，我们就呼吸不到了。所以你就知影讲，空气的对流越旺盛，伊会愈紧把咱地面的空气、脏空气带到高空，等伊落来的时阵，伊就变做氢气的，伊就变做氢气的。所以对流旺盛是空气品质的重要的一个指标。当时对流较旺盛，什么季节？夏天嘛，天气热嘛，地面温度高嘛，
对流旺盛嘛，冬天的对流本来就不旺盛。你有当时啊，冬天的清晨，起来上学吼，你定定看到外口一片那种雾蒙蒙，有没有？好，好，做浪漫的吼。好，哎，迄是浪漫吼，真是浪漫哦。迄个是浪漫的台语呐，浪漫的台语啊，怎讲？啊，你有人讲浪漫的台语就是浪漫啦。对啦，我讲你咧嘛有白翻译吼。迄个，各有黄昏的时阵吼，嘛有这种情形，拢是冬天、夏天拢没。这种是叫做逆温现象。讲到这个逆温现象，短暂的时间出现，咱地面的空气比温度比高空还要，本来应该高，对不对？变得比较低，变得比较低，会产生什么种吼？那个袂对流啊，袂对流，脏空气来嘛，停在哪？就留着呢。就留在地面啊。啊，所以你行出去，你有看到雾茫茫的一片啊，很有情调啊。还有情调，我不需要。那个叫霾，那个不叫雾，雾是水汽，霾是空气污染物，啊，所以冬天本来就是对流旺盛。和按理讲，啊，北美冬天，台北也是一样啊。想要北部的冬天怎么样？东北季风。第二个因素，咱要写中央山脉，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它吹，冬天的时阵，伊安就来对不对？到这边地形抬升，它往上跑咯，所以脏空气又怎样？往上跑咯，翻山越岭之后，到南部这边，它怎么样？下来了，它下来了，所以境外的污染物，境外的污染物就会随着东北季风下来了，地面的上不去，我们自己的上不去，境外的再下来，所以咱南部的冬天会出现空气品质不好的天数就会变多，北部冬天不会，夏天对流旺盛就比较不会，都比较不会，所以咱来定个空气污染指标，你拢会看见咱拢有上面旗帜，咱来看一下伊的数据AQI 空气污染指标，橘色的，绿色跟黄色唔免看，橘色101到150，这个是安怎？贵宾。敏感族群都不健康的哦，会影响到的哦。安然，这红色的，红色的，就是150，是1到200，这是所有的人都会影响到哦。后一个这是按讲的紫爆啊，紫爆啊，200以上非常不健康，然300以上黑洞的啦有出现黑洞。所以内底是上重要的，我们最关切的，这个叫做 PM2.5。来，想到这个 PM2.5，简单来说啦，你也不用管它就是很小啦，做细料的，做细料的安怎？肉眼看得见吗？第一个口罩挡不住，鼻孔也挡不住，黏膜也挡不住，甚至什么，它会一直进入到你的肺部，最后进到你的血液。这微粒是什么成分？塑胶。唔知，什么的有？灰尘。什么的有？有机、无机、化合物，甚至重金属。看伊是为什么工厂出来，伊就有什么，所以内底营养丰富，
很丰富，讲一点有垃圾吗？有害健康。好，你往重金属啊，重金属我是很喜欢听哈，还有讲哈，因为你往人家重金属对吧？那个，你要拿我以前，我听过一段重金属，重金属有所谓的很多派别哈，北欧那一带哈，因为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哈，有些很特别，所以因有种什么黑死金属、死黑金属，因为演唱会哈，还曾经发生过哈，那个主唱哈，在台上哦，把蝙蝠的头咬掉哦。活的哦。当然，我不知道这是特效还是真假呀吼。反正他们就是以这种表演哦，当做噱头啊。这个曾经一个笑话，那个中国哈，就是中国那边哈请了北欧的团。来这边，你拢表演这嘛，因乐团来吼，请因食饭。讲恁既然表演这吼，来我带恁来食迄种。头脑。他可以拿瓶酒一下。头脑伤贵啊，伊要较简单的，迄个大肠内脏，迄个猪胗，还无叫他牛杂汤还是啥物无？现在有一点点。做普通啊，牛杂汤、羊杂汤这都普通啊，乐团。这什么？这个这个牛啊、牛啊、猪啊、内脏啊，猪这些。哦，今有一个团员哦，当场订了机票不表演了，飞回去了。然后说中国人好可怕，竟然把那些真的煮来吃，还给我那个才看到说，你们平常表演就虚有其表，虚有其表。其实我们台湾中国人也可以。所以咱是迄真正内涵的吼，你要搞清楚啊，表演归表演啊。有时候真的表演归表演啊。所以你即摆看到你人咧表演，进无啥物网红啥，看归看吼，那个都假的啦。都是假。也不是说都是假的啦，你要带着批判的精神去看它，不要马上把它当成真的。要有英文课。对吧？咱耳贵科学，咱有集中精神啊。你不是说我直接判定你是骗人的，这样也不对。可我全部相信你，这样也不对。可能有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VIP 质疑他，然后去审视他。好啦，所以这个部分哈比较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哦很难预防很难预防它又产生了怎么办？只要伊坐的时阵，你就卖出去啊，尽量卖出去啊，因为出去这种口罩你无法度啦，你爱戴迄个 N95 的口罩啦，你有人戴过 N95 的口罩无？做开口啊。你戴的怎啊呼吸？迄呼吸困难呢，因为它既然对档案很小微粒，所以它流量就很差啊。你知影我们这种口罩要达到国家标准你讲我个卖细菌病毒入来就好啊，你若做无好无对袂入来，你也袂喘气。所以这个口罩要怎么做到让你呼吸正常，但是它又有它的功效，可以挡住该挡的东西。这个是蛮大的学问哦。这唔讲你凊彩做你无唔对，你会当有动力，挂袂拄袂喘气。但是 N95 N95 它就是要挡到一定的威力以下，所以你戴那个不是说不能呼吸，但是很难呼吸。你不可能带着 N95 一边戴一边跑步啦，可能慢慢走路可以但是会戴 N95 的人，大概都是在医院里面去要动手术，还是应对那一种那个病人就是
特殊传染病的病人。好，咱来看32啊，天气的变化，会影响天气，影响天气上重要的空气内底是物件是啥物？我之前讲过啊，空气中对一个成分对天气的影响上大。水气， water H2O， 有没有？水啊，水汽啊，水汽。我讲水气。水汽是影响天气最重要的，也包括那个下不下雨、气温高低，甚至风啊吹，都跟水汽有关，还有气压大小，气压大小。所以空气中的水汽，那就知云是形成的。来问一个理化问题：云是液体还是固体还是气体？固态、液态、气态的哪一项？啊？简单来讲，不是气态，液态、固态都有可能，但是不是气态。你只要把这看对了，都不会是气态。然后文明姐哈，我以前理化上到这里都很想问，固态、液态、气态怎么分？固态、液态、气态怎么定义？会记得没？没记啊，要加过，进钙啊。三态啊，气态、液态、气态、液态、固态啊，怎么分？怎么定义？什么叫气态？就是什么叫液态？什么叫固态？字面意思。啊，大于100度。不是啊。嘿，水啦，哎呀，有那么多东西，我又不是说冰水、水蒸气，我说固态、液态、气态啊。看不到。一个看得到，一个看不到。看得到的又怎么分？一个摸得到，一个摸不到。什么？哇，水你摸不到。啊，不是啊，你冰抓得起来，按不你水抓不起来。没奇怪，会无人知哦，还是真正无教。真正无教。坏啊坏。他依照我们讲的白话一讲，老师硬硬的就是固态，软软的就是液态，飘来飘去的就是气态。我们有严格定义的呢。有吗？我跟你讲，真的没教哦。没有。有固定的形状跟固定的体积，叫做固态。哦，有好像有。好像想起来了哈，对不对？有固定的体积，没有固定的形状，叫什么？叫液态。老师好像写在某一。所以气态是什么？理化课的。normal。没有固定形状，也没有固定体积嘛。有吧？有教吧？有。是你们遗忘了吧？右上角因为那个很小，然后考哥没有讲到。我知道啊，那个太简单了啦，所以你们就忘了啦。还要帮你们考。今天教练。已经叫人。对了根据这定义哦，我问你们，你问。一堆沙子，一堆沙子是什么态？一堆哦。固态。一堆沙子有没有固定形状？有啊，一堆啊。有啦。一堆沙子那有固定形状，一堆沙子你给它装什么容器，它就什么容器啊。不是啊，你一堆沙子你不需要装容器啊，你一堆沙子就是一堆的。那是一个分。就是一个。不是，一堆沙子没有固定形状。有啦。一颗才有固定形状吗？一堆没有啊。所以一颗沙子是固态，一堆沙子是液态，对不对？不对。不对吧？我根据定义讲的啊。那我再问你，牙膏是液态还是固态？牙膏其实是你的。故意共存。牙膏有没有固定形状？没有。没有啊。有啊，圆形圆柱。可是你牙都扁的。所以你不要。我这次告诉你说，你不要觉得定义你看起来没问题那我的呢？我只要跟你讲了一个问题甚至这里只是固态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奥给它用力摔，它碎掉了，改变形状啦、那就是碎掉这个是吧？经过外力，它就碎掉骨头。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这个定义本身，这个定义本身不是很严谨，它可以区别大部分，但是有些东西它没有那么严谨。水是液态没问题吧？我们回到刚刚沙子的问题，水是液态没问题吧？水，你说水没有固定形状，那我告诉你，水分子 H2O 有固定的形状。夹角108度，动都动不了。你说没有固定形状？哪里来夹角啊？就是对啊，怎么会没有固定形状？可是，那我说的一堆水才没有固定形状啊，一颗水有固定形状啊，那你看刚跟我讲的一颗沙子和一堆沙子不就是一样吗？这就尺度大小的问题而已啊。那一颗水是怎么吃？对不对？一颗水有固定形状啊，水分子啊，一堆水才没有固定形状啊。一颗水。那有没有去问？所以这你尺度的问题啊，那数量每一种基本粒子都有固定形状。我们这样区分是距观上还是微观上，这你要弄清楚。个情况，微观跟距观差很多呢。你知道，今天一个东西，我喝这杯水里面是热的，或者这一块东西温度很高。温度高是从距观来看哦，你到分子、原子的微观里面去看，什么叫温度高？振动快速。分子的动能很大，就是这个分子的振动很剧烈。微观叫做动能大，距观是温度高。所以走到小粒子跟整个来看是不一样的。好，按咱来看水。宾馆的温度，你有去过山顶无？山顶点，山顶吼，强才安尼伸手不见五指，忽然又看得见了。山上这样发生什么事？那个一片云飘过。我们从地面上看山上，也是一片云飘过。但是你啊，山顶突然雾蒙蒙的，然后忽然又后面有人往你的背拨云见日，一清二楚。所以身边的天上叫雨，如果在你旁边，就叫啥？就叫雾，就叫雾。所以说，迄是你顶管还是下骹呢？那这个水汽凝结在树叶或花草上，就叫露。然后呢，如果可以你爱分，这叫啥？云啊，英语 cloud， 嘿，来哦，雾的英语。这有人知无？英语名足强。啊。发什么？哦，发气。雾的英文是什么？发气。不是 FROG 嘛？多一个。好啦，对啊，我是因为我定看那个青蛙 FRAC。我也可以。不行啊，你要买菜。还是我跟鹿搞混了，我跟鹿搞混了。对啊，反正知道那个 cloud 就好了，比较常用。来，这四种会晓分哦。我袂晓。天顶的就是云，是地面的就是雾，伫身躯边的就是雾啦。这就是露，露，白露。
磷化吗？北龙一样，北龙白鹭啊，24节气之一啊，鸡那个加笨鸡，对不对？我不是念过24节气给你们听的，有吗？应该有吧？阿姐嘞，双就是生隔边啊，生港你啥？隔边啊，植物上面的霜降你啥？植物结冰。做贵的牛排了，霜降牛肉，酱的讲对和牛了，要不你听要求贵的哦，和牛想要贵，因为一起双价，对啊，爱想要这个霜降，因为我不知道，哎，那种很贵的牛肉的特点是什么？有油啊，它有油，而且它的油花在肉里面分布均匀，所以煎下去、吃下去，入口即化，口感很好。迄就是霜降牛肉，所以霜是白色的，所以内底是肉内底，迄叫霜降，这是什么？迄叫霜降。一样。好来，来看画面，这知影无？不要。气压跟风，太用了。好，气压 air pressure and wind。人家被讲电脑。大气压力怎么来的？大气压力怎么来的？人测出来的。白帕。它的，这理化呢？那个水，你看它理化都给都1万，我理化，我理化，空气的重量来的啦。大气压力这里最难就是单位嘛。1 atm 等于76公分，水银柱等于760公厘，水银柱等于1033.6每平方， 3.6嘛。克重等于1013.3毫巴。把这记起来就好啦。黑妹。啊，你啊1033.6个样比例，1033.6安怎来？76乘上水银的密度13.6啊。系啊。因为水银柱高度比大气压76公分高，那个用 P 等于 Hb 把它乘上水银的密度13.6，就变成1033.6。大气压力这麻烦是当然，气象我们用的是百帕或是毫巴，这是一样的。以前叫毫巴，现在叫百帕，它是那个用牛顿当重力的一种单位，所以才会跟，因为牛顿的是9.8嘛。所以它很接近，好，它很接近。来，所以高气压会发生什么事？高气压。空气比较重就会怎么样？热红。不来，顶落来空气，悬的空气会顶落来啊。啊，若低气压嘞？地面的距离啦，吼，地面的距离啦，这个低气压啦，啊对人天气也无好，莫讲无好啦，有人爱落雨啦，有人感觉落雨较好啦。咱讲对这种天气落雨，地面的空气都较淡，都比较潮湿，升到高空之后也凝结，变成云。高空的空气都比较干燥，所以它沉下来，高气压天气比较晴朗。啊，不过伊沉落来，袂累积在地面，伊到地面伊安怎扩散出去？这边空气距离，伊嘛袂形成真空，外界的会补充，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啊，高低气压变成循环。耳朵。咱若为顶管看落来，高低气压的中心不是单纯的
空气四面散出去或四面散进来，伊会旋转，甲你去洗面了，甲迄水龙头，无，甲迄排水孔绑起来，哦，它会内底水会安怎？会旋转，你有注意伊的旋转方向无？逆时，是顺哪里，还是不定？啊，或者说你冲马桶的时候，它怎么旋？有人说它旋的方向跟我便便的方向一致。啊，你在嚼冰淇淋哦。偶尔啊，老塞，逆时针，就难怪。上次有个同学写一篇作文，我现在去外面。他就说，我今天受到很大的感动，因为我早上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我要冲便便的时候，水柱冲下去，当我看到我那块便便不屈不挠、奋力挣扎、不愿意下去的奋勇精神，我受到了感动。我觉得我应该有学习便便的精神。太屌了吧！哦，这比看到小鱼逆流而上更令人感动。他的鱼没有逆流不是完给人了，这是哪个乌龙？不知道旁边有没有一些金丝菇？魔方吗？呵啊，干嘛？我以前一直认为说，水冲下去，方向应该跟我们的台风一样是逆时针。为什么我们台风会逆时针？为什么我们高压是顺时针？因为地球自转。注意哦，北半球才这样哦，南半球方向反过来，是安怎样呢？来，我给你一看。这是等压线，等压线跟地图的等高线一样，就是把所有压力相同的区域连起来，变成等压线。如果这是高压，这是低压，本正也安尼过。不过因为地球自转，你北半球它会往这个方向一个角度，记得哦，往这个方向哦。好，现在咱看低压中心，低压中心咱用一个 L 来表示。外靠你高压，你根据这个图，本来它的线条应该这样，会怎么偏？会往上偏嘛？那这边过去的会怎么偏？这样偏嘛？上面下来的会怎么偏？这样偏嘛？这边的会怎么偏？这样偏的结果变成怎么选？逆时针对不对？变成逆时针。高压反过来，高压的箭头反过来就变顺时针。安尼怎样？原因就是这样子。南北半球顺跟逆反过来，但是旋入旋出没变，旋入旋出不变，但是顺跟逆反过来。我本正跟水龙头的塞子拔掉是一样的。其实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都讲错，一直到我后来看公视有一集叫《留言终结者》，你们我看那个节目无？进不会者啦。它里面就有一集讲到这个，他们还特地飞到南半球去做实验哦，而且北半球做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因为你知道吗？你把塞子拔起来，有时候你拔的稍微一个扰动的动作，你可能就造成完全不同的旋转方向。那这有一个名词叫做蝴蝶效应。你听过蝴蝶效应吗？蝴蝶效应的创始者说，南半球一只南美洲的蝴蝶翅膀的震动，可能导致北美洲一个飓风的产生。他的意思不是每一只蝴蝶的震动都会发生一次飓风，而是气候这种微扰动，你追究到它的来源，可能只是一个蝴蝶翅膀的拍动，一直连锁反应过去，变成一个飓风的产生。所以拔塞子的动作有可能影响它的旋转方向。
所以一级留言终结者一做实验，他不用拔筛子，他是拿一个圆柱的玻璃柱，底下一个管子，然后一个水龙头把它打开，让它漏。结果他做实验的结果，正逆都会发生，顺跟逆都会发生，没有南北半球的规律。他的推论是，那为什么台风就是这个筛子，我们极远台不会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他的解答是这样，因为它的距离太小，台风的距离是很大，伊的长度足长啊，吼，伊的长度足长，长度足长，你还会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啊，这种马桶啊、筛子啊，袂，啊无你倒来观察呢，啊无你洗10几冬啊，你冲洗冲10几冬啊，你也无注意到伊到底是顺时针还逆时针还是拢有，对无？嘿，咱日常观察就是安尼啊，啊是安怎安尼？因为你都没有注重日常的小事情啊，你为什么？你的思想都放在未来啊。可是我们人其实是活在当下的啊，不然你会失去很多东西。所以我来你讲吼，我即摆开始做一个练习，啊，你哪会让气看卖？就是一次只专心一件事，就是你现在的，无论是多小的事，你不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看手机，啊，走路也一样。咱人行路定挂着，还是打老虎也挂着，就是一边行路一边看手机啊嘛。你一次做一件事，你才会把心放在你当下的那件事。我现在开始做这种练习，啊无你食饭食这量，啊你食啥？无注意啊，因为你的心无伫遐。为什么要这样？我告诉你，未来活一辈子，你回顾你的一生，你会发现你的一生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你的一生是由每个当下所组成。你如果没有用心在当下，你就发现唔爱做啥，啊，你即马无体会啦，你即马活几冬尔，你无体会啦，啊，像我呢，活到25冬啊，出现疑问哦，我25岁看不出来嘛？看得出来，真的，看得出来。我有疑问啊，你怎么变得那么的？我25岁又300多个月不行哦。好，我什么话都没讲。学会了吗？过25岁的生日之后就不要进位了。你怎么不18？永远25岁的秘诀在这边，那个月份不要进位，好，你就永远25岁。身体不动，心态年轻啊，心态年轻。为什么？今天要不要记到我好。我5岁要216个月。干嘛？你知道我上礼拜为什么请假？为什么？我上礼拜请的是丧假。哦。我以为你说没关系，活在当下。两个。上礼拜，应该是上礼拜4，我一半接到我妹在新北的古城乐利国小当老师，她是英文老师。她过年还回家哦，前一天晚上跟同事吃饭，无病无痛，然后吃完饭还约我，因为我大女儿在台北。他常常去缠着姑姑教他塔罗牌，我妹像仙姑一样，每次都帮他同事算塔罗牌，同事说好准，他代价只要一杯咖啡而已。他还跟我大女儿约说，星期六要给他请他吃饭，隔天没有去上班，学校报纸，10点半警察找里长开锁，因为他是一个人住，破门而入。
猝死在床上。还有啥咪白吗？嗯，有啥咪白吗？这个这是我是看天，所以很诧异。但是这种被猝死的一定是心脏的问题，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法医就是开心因性死亡。所以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哎，过年除夕回，除夕回家跟我妈在讲说，因为她说她在好像3、4年就可以退休了，然后她已经在高雄看房子，准备要买，结果呢，人就这样走。所以生命真的是，你一方面感到它的脆弱，一方面觉得说，有时候人在世真的没有正常。来，统整一下，最后记得，你记南半球就好，你记北半球就好。北半球低压中心是逆时针旋入，最高压就是顺时针旋出。南半球就是把顺跟逆倒过来，但是入跟出一样啊，入跟出一样。好，那小大家。